直播设定按 YouTube 这个图案，手机用左右方向的就可以按摄影机这个图进入直播。如果它画面拍自己的话，可以按那个手机右上角有个三角形，然后它按一下字就跑掉了，不会遮住了，输入法的字就不会遮住了。然后有输入标题，然后有按下一步，按下一步以后它会拍照哦，所以画面要对准那个要拍的。现在画面已经在照自己，照后面向内了，所以应该改为向外。向外就要按右，现在画面右上角有一个照片那个有一个照相那个，有一个相机那个图，按一下，它就会向外了。你看它的画面就会向外了，然后要输入标题直播。按那个手机右上方，直的话是在下方，然后有个三角形那个按了，那个输入法的字才会跑掉。按哦，你看输入法的字就跑掉了。再往下往上滑，会它有显示那个地点哦。按下一步哦，然后它会不要乱动哦，它会拍照啊，拍那个直播画面呢。哦，它会有缩图，所以要把画面镜头要面向外面，要先检查好。传上缩图以后，就会进行直播了哦。我来，画面向上滑，按进行直播，按下去就在直播了哦。哇，好啊，来，音乐欣赏。你看这个电脑不要丢掉，旧电脑不要丢掉哦，用来钢琴演奏哦。这个是有个资料的，是下载来的。资料夹里面有这个程式啊，这个程式按了就跑出来了，你看。啊，有这个程式哈。这个小台电脑的哈，屏幕比较小，把它放大。哦，你看这个减码的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的哈。然后为了要练习，要练习的话，用这个萤幕贴纸把它贴上去，对照那个位置，把它贴上去。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然后你看，有时候就连线有困难，你看有时候连线有困难，有时候还会重新连线呢。哦，你看，就算直播结束了，然后他再处理，
处理中了哈。刚刚也有对那个直播操作还有过程结束的画面做萤幕录影，主题就是这个电脑键盘变成钢琴键了，也是有把直播过程结束，直播前的设定了，过程呢结束了，那个画面哦录起来，用萤幕录影就可以把它录起来，还可以显示位置了。你看已经有这个刚刚做了直播的影片上去了，传上去，直播结束它就会处理了。你看，这就是刚刚那个影片。可以把那个键盘变成钢键了。那有对应的，检查看看有没有错误。还会自动演奏的。现在不晓得为什么速度这么慢。这个是自己创作的乐器哦。莎士比亚的名言哦，真的很好听呢。你看，可以缩小变成小小的画面。复辟功哦，绕境活动的照片里，莎士比亚的名言录好好听啊，听了这你看可以观看了呢，因为直播他乐在知音乐可以工作啊，外国人的思想也可以帮助我。莎士比亚名言录。我看那个庙会也照片然后加上那个莎士比亚名言录，嘿嘿。这个速度也是很快，手机电视机手机也比较快，处理进度很快，直播的处理的更快。直播就是结束，它就是马上处理了，不必还要这个上传，花的时间比较少。那你看手机画面向下一抹，它就更新了，抹一下它就更新了。看刚刚上传了，就可以播放了。有这个程式啊，这个程式按了就跑出来了，你看。有这个程式啊，这个程式按了就跑出来了，你看。有这个程式哈，这个小台电脑的哈，这个解码的抖了。然后为了要练习，要练习的话，用这个萤幕贴纸把它贴上去。他拄安尼传的迄走底啊。靠咯！只要没做好就给它抹掉了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